来关心，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的第3天，咱全台湾拢是侪份够好天的天气。若高速公路嘛出现出门去佚佗，无就是去陪伴的车阵。高公局是表示，今仔日国道全线交通量是普通时的1.3倍，其中往北的车流量会较大。国道5号往北对早起10点，恐惊一直探到半暝啊12点。 自清明连假以来，高速公路就实体。初3这天，高速公路局有告备忘出门佚佗，休假就班的车流，中昼过后就会出现。本局预估今天的交通量为118百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日的1.3倍。 高公局表示，初3会以就班的车流为主，国道1号就班苗栗到湖口路段，国道3号关西到大溪段等等。下晡3点至8点会是车流量较大的时间。另外，伫国道5号的部分，就班宜兰到溪南，对早起10点以后就有车流，有估会塞到半暝。若天气的部分，全台湾拢是侪份较好天的天气。 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地区，大概都有到29度，接近30度的一个温度。那中南部可是仍然跟前几天类似，有大概是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。尤其是在南部的金山区，更可能有32度以上的一个温度。 气象局表示，到初5休假上尾一日，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，云较济，舒适的天气。只有东半部地区甲中昼过后的西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，但是到初6上班日开始就会变天，因为锋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，会影响北部、东北部天气开始转凉。记者陈柏嘉桂林台北仓报道。